我一下。本分局接获检举，有应招站业者藏身于大楼出租套房内，透过网络论坛招揽客人。本分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进行监控，经过1个多月的搜证，见时机成熟，持法院核发之收有票进行查缉，现场查获应招站工作人员及相关赃证物，全案依法调查后，依照妨碍风化罪移请桃园地检侦办。